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这台中市的交通局，这公职处长张应东去防指控性骚扰同仁，市政府9月启动调查，调查报告伫这个月26出来啊，认定讲有甲这剥削性骚扰6个受害者，市政府即马是甲伊记2大过免职，而且是袂当领退休金，另外也违反着这性别平等工作法，搁再改罚30万。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处长张应东互表出对下死性骚扰，市府第一时间甲伊通知接受调查。如今结果出来，张应东性骚扰是事实，除了记2支大过免职，退休金也袂当领，另外搁按照违反性平法罚30万。说性骚扰的人具有权势，好，那第二个部分是被害人他非常的多，哦，那目前提出申诉的有6个人，哦。那第三个是，他这个期间很长，从110年到113年。张应东免职了后，要受公务人员的资格，不过袂当伫台中市府继续任职。市府表示，9月初9接到一位受害者申诉，启动调查了后，陆续有另外4名被害者提出申诉。调查结果出来了后，又搁有第6名的受害者提出申诉，目前搁在调查。调查过程当中，陆续又有第2位、第3位、第4位、第5位同仁来提出申诉，我们都要跟他做约谈嘛，那做成记录。那也希望张先生能向我们几位被害者道歉，毕竟我们之后还需要继续面对司法的仲裁，还有很长一段路的要走。受害者表示，调查过程搁再面对信心压力，搁较希望市府会当加强改善工课场的环境，避免这款事件搁再发生。因那立行基金会认为讲，除了对加害者处罚，搁爱惩查敢有唔敢讲的受害者。如果说真的有一些状况位于长官的一些状况不敢说的这个部分，确实我认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，应该还是会是常态的。立行基金会表示，工课场顶对的宽势的性骚扰，受害者真可能为着保钓工课，或者是因为宽势吞论。除了受害者爱勇敢站出来，工课场也应该确保申诉的管道真通顺，佮工作环境的改善也同款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